好，非常喜欢今日嘅福喜类的节目哦。今日开始了，但是强让会讲到重要嘅事情，不过其实大习都会讲到重要嘅事情。不过今日讲嘛，嘅咧讲保染呢件事情，係講要保染，要想過感染麼？我大家係咩知道感染當難解咧？啊，保染係講好，就唔好，係用因來解，啊用因怎做啲解得好，你今日好好咧。講一下吼，大家咧分享裏面嘅欣賞，其實係類似中那個立心自然加入口嘅欣賞，小玲欣賞分享。大家好，我係吳小玲欣賞加入口嘅，今本日同歡喜來到鴉片老大家分享。真然吼，分享欣賞來到鴉片，不過欣賞基本要講嘅事情輕重要，唔講咩唔係其他的不重要，是每一個都好重要。為什麼？因為基本講嘅係乜嘅事情？保鹽鴉片事情。真的，你會知道保鹽好像看起來、看起來冇乜嘅問題嘅一種的行為，可是很奇怪的事情是什麼呢？每次訪問欣賞嘅時節，不論係講心臟也好，有冇三高也好，乜嘅輕慢性疾病也好，也係像癌症那種很重大的疾病，醫生講到最後都會有一個地方說，希望大家唔好保鹽。佢說一開始要請欣賞講一下保鹽，到底有乜嘅壞處？壞處，係講壞處。其實，大家看保鹽樣事情吼，就係講看個天陽啊，吼，看電視個保鹽就安尼，很帥很瀟灑安尼，跟有個香煙個廣告啊，所以看起來雖然係一種品味，其實唔係安尼嘅，因為這香煙裡面啊有懂得個不好的這個化學物質，做得看到化學物質像係尼古丁，尼古丁就係老個香煙成癮有關係，做嘛有個人個保鹽啊冇辦法冇講，根本你係冇食鹽咧，做得戒鹽咧冇辦法，不行，因為也係成癮的一個物質，所以是一個癮，對不對？比如你今天好想吃什麼，我們說最近在減肥，我們忍住，比如你要吃個脯香雞排嘛，我說我們忍住不要吃，可是很奇怪，保鹽忍不住，真癮就會按有一些人癮他煙癮比較大的，他可能一天要1包，對不對？然後等到好像空閒時間，他就會忍不住說一定要來爆一支，所以這是煙癮嘛，對不對？不是說欣賞功很重要。它不是習慣而已，因為太搞會吃到該習慣。哎呀，你習慣改掉就好啦。可是它是一個癮，所以其實醫生按用工作的嘛，其實你保鹽本身，該2手煙、3手，它其實都很大的傷害。因為2手煙就會講保鹽嘅時間，我們吸進去的這個主要的在燃燒時間的這個，就是我們主要的煙流。那2手煙就會講一下眼毛按的。按那個動作，按那不用等個時間，按那個煙就會在空氣中，對，大家可不可以講？會說嘛，二手煙就會嘛，你保鹽講係2手煙的受害者，因為你保鹽，我在旁邊跟你大嘴鼓嘅時間，跟空氣係洶湧嘅，不是我會吸到2手煙，所以2手煙也是，那3手煙呢？3手煙就是講，一下保鹽，後來我離開這個地方了，可是反根鴉片，會有安呢留下來一些的這個化學物質的一些分子，它可能會在衣服上面，在沙發上面，甚至有的小孩子毯子上面，所以我看爸爸保鹽安呢生意呢不會有影響。所以很多時候爸爸會保鹽嘅時節，他們會說爸爸要去外面，對，所以不管外面係沒清涼，係沒寒流來，爸爸都要在外面保鹽。不過我們講的比較輕鬆啦，我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實香煙裡面就像欣賞講除了我們大家很認識的尼古丁，哇，它真的很多化學物質。對，那這個化學物質呢，其實很多都是各個可能會造成我們身體裡面各種不同的器官系統的危害。譬如說像這個焦油腦，這個焦油它就有可能會沉積在我們的肺部裡面，吸底部呼吸那個時間就冇順像有的他抽煙老煙槍20年30年下來感冒的時候就看唔會好，咳咳做一清救，希望同仁講而做
爬坡的时候会很喘，上气不接下气，这有可能会包眼给管黑，这是有可能，对不对？真是而且欣赏有共动，你看大家看到里面有每一个原料看起来都是有毒的，都很恐怖哈。没有去看不知道，靠近它就觉得哎呦，使用于塑胶原料中的东西，所以都很可怕。可是还有一道没下出来哦，呵。不过就是欣赏讲的，佢播1年6年生年，其实看起来佢冇乜该感觉，他就觉得哎呀，好像还好啊。哎呀，播年生年呢还好啊，冇乜问题。可能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在这边不是要吓大家，是真的。那欣赏木一哈，抽烟有好处吗？抽烟有好处吗？其实答案是没有，对身体健康完全冇哈。对，不过讲鸦片太家同太家的分享就会讲，我们有讲到很多嘛，像2手烟其实伤害很大，所以3手烟就会讲，经常讲你家里的地毯你的衣服会留很久哈，可能几个月甚至到几年，因为你讲不卡有你保养一天唔咩，你用你嘅事情，有可能好几年这样子累积下来的，真的哈。不过讲鸦片有轻动你会问啊，问一下，请问，如果戒烟会不会变胖、变皮？其实讲哈，你讲戒烟呐，好像有一些副作用等一下 Helber 还会看，对戒烟有一些的迷思，那这一些的迷思，其实你讲。根本你硬会戒烟，唔讲用诶，很多理由很多。其实要得迷失哈，我去了解，你就是第哈，其实戒烟对你嘅身体健康係好嘅。有嘅人講啊，剛下講，我就習慣啊，我就習慣啊，我又冇用嘅，沒有癮啊，因為我吃到壓力太嘅時間，我就補煙。你看我壓力輕太，我補煙，我嘅壓力就較細，對不對？黑某就會講，我就習慣飯後一根煙，有冇？嘅習慣，對，輕快樂，有冇？從省錢用，這就習慣。請家族會去做省，因為我們說補煙，其實它像是一個慢性的中毒嘛，因為它就是毒會累積。你講按哪個習慣，你講做得有好嘅習慣，有跟你個壓力很大嘅時間，做得去做嘛，做得去聽音樂，有嘛？跟有跟你會去找人分享一下，按哪個做得啦，運動啊，還有，我也很激動，唔講我也補煙嘅時間，我做得清冷清。跟冷靜底部這個肺底部就有不冷靜，對，就有很多的廢氣。像欣賞講的啦，真的不是習慣，其實是煙癮。對，再來第一次失敗，以後就很難成功。黑某，其實我們有統計啦，平均差不多300。戒煙300就有可能會成功，咩有嘅人係100，係咩有讀到安尼嘅片人講，我就戒聽，我冇愛補煙咧，從此以後一支煙都不碰，很有決心嘅意思。很有決心。不過呀，黑講你黑戒煙2次的人，還是要再試，因為欣賞到平均係3次，咩有可能會較多，有可能4次5次，可是。不要放棄，因為你戒煙從戒煙開始累積一段時間，你的身體健康你就可以開始感受到。但係咩補煙嘅時間越長，成功率就越低，這也是迷思。其實補煙嘅時間越長，表示按那個煙對你身體嘅危害很較大，一定會戒煙啊！真的。那這樣子的時間當然越長，有可能。一個係看呀個按哪個時間，還有一個咩看平常時食顏色其他有可能是1年3期，按那就有可能。有個人係講，我1年食2包。那有一種嘅講法係講，那我抽淡煙，好像危害比較小，係咪按用嘅感覺？其實有個人食有個較薄嘅煙啊，如果感覺我冇關係，是較多幾安尼，可是佢較薄嘅煙佢底部剛剛看嘅有害物質全部行開出來，真嘅，所以其實那也是一個心理的作用而已，對不對？感覺較薄聽聽。還有，就會講，那我就用濾嘴就好啦，什麼？
就是只要使用滤嘴就能减少烟害。滤嘴没办法滤掉所有的有害物质。对，嗯我觉得人很奇怪哈，明明就觉得就知道佢有偷嘅，就爱用嘅偷卡 cell， 咁佢爱用，你比如讲你偷暗毒，唔过爱係講用濾嘴愛偷卡 cell， 唔過還是毒啊，還係唔好，對不對？最後呢，戒煙都得從減量吸煙開始做起，其實是可以啦，是可以啦，做這樣講嘛，其實哈戒煙哈，以下看到較成功嘅戒煙嘅案例哈，大部分就會講，開始嘅時間我就決心啊，我冇去食煙，因為哈，就從剛剛講嘅食煙是一種癮，好，根本你唔冇講決定啊，我去對付這個癮，我就想講，就不會成功，真癮哈。所以大家是不是想講，哎呀，剛才慢慢來，可是其實思想性上講，要決心，哦，容易要決心，還要買個地穴，讓大家來分享，聊下長來講。上堂節目大家講到改染改世界，哇，理由很多，總是很多理由。我明天再開始，黑某就會講，我先播一集，先減少一集，下禮拜再減少2支。還有大家有一個迷思，這邊一定要提到，剛才我稍微講到，就會講，大家講戒煙會變皮，這是真的嗎？先生，有聽懂你真緊哦，他戒煙成功是真的，可是佢皮10公斤哦，變暗太 Q， 然後我就問佢講，哎，你怎麼會變胖了呢？變皮呢？因為我戒煙，他們好像把變胖跟戒煙是一個連在一起。其實係講哈，看有個食煙嘅人啊，哈，有可能吃東西就看嘛，因為那個煙它對於我們的一些味覺、口腔的這個感覺會有影響，它可能吃東西它就吃的不是那麼香哈，是翻模是按這樣子吃的那麼香甜這樣子可是如果你戒煙了之後，有可能你的味覺恢復了，有可能你被抑制的這個食慾是它就比較恢復正常了，對，可是。也個時間哈，就係食東西就會較控制到嘅，還有一陣就會運動，結合運動，因為運動呢，有的人他在抽煙抽很多的時候，運動啊，行路啊，缺散啊，就會喘。現在煙戒掉，比較可以運動。不過古時真正講起來哈，唔係講戒煙嘅時間你就真正會變皮，其實係你是鐵道。係講你皮10公斤，就是真正你是鐵道。不過是啥意思？講唔係講變皮就唔好，不是這個意思。好，有時候變皮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比如1公斤啊，2公斤係做的。不過係講你10公斤還是15公斤，比如鐵太強，哎呦就真正做唔得。古時大家冇知道講，哎呀，我變皮真爽啦，因為我戒煙，其實可能唔係因為你是鐵道咧。其實變皮一些些人唔講唔上，因為冇食煙咧，因為香煙的危害就遠離你了，所以這個得到的後處啊，很係要平衡起來，還是贏真勁哦。不過在這邊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大家就會知道講，那我要播煙呢，我們來看一下你是不是煙癮有多大，因為大家就會知道講，哎呀，我還好啦，我就播一些些，我的煙癮很小。有些人就知道煙癮很大哈。我們這邊就是整理一下同大家來分享煙癮小測驗。煙癮小測驗哈，鴉片有2題，等下還有題，一下做的先記一下，大家看一下幾多分，看你幾分哈。一下第一個題目講，打造紅蟲嘅叫愛博貼一個煙。我想吼，你聽到你係5分鐘。紅蟲先抽煙，紅蟲成博煙，真奇怪呢。係啊，咁樣感覺有精神，安尼就係你的依賴程度就較高。大家再看一下，係講你紅蟲5分鐘就會博煙，就3分。係講6分鐘到半點鐘安尼，哈，2分，哈，跟半點鐘到1點鐘，1分，哈，跟1點鐘過後，張偉祥講啊，我愛來播煙，就先寫0分，走得哈，一天係一日平均愛播幾多支，哈，30一支就是1包半。
哦，嘿，一包做迄20支，嘿，安尼31支以上做迄3份，哈，跟21到30支做迄2份，11支到20支做迄1份，跟半包到1包安尼，跟10支以下做迄6份。大家有记起来哈，大家哦，感觉上答案要揭晓了，有一种很刺激的感觉哈，请安用嘅感觉。还有嘛，家咧伫禁区。就做唔得保险嘅体保，你还要保，还讲你做唔得保险会请感苦，好痛苦哦。冇办法，冇办法带到这片安尼就1份。应该抽烟的人，保险给你都知道系安容瘾哦。就是烟瘾较大，还有那一支烟很感觉冇保唔住感觉动感苦，迄早晨剔一支烟，就是1份。哇，还有通常。几点就起床以后几个小时之内，你可能是一天里面，给包盐包最多都会压榨时间，叫做1份哦，还有包片嘞，运动眠床和，但你就想要这太严重了，那洋葱已经包片的，已经清感苦的，已经发高烧了，还想说，我发烧的，我做唔得保险的，哦，那真的清洋葱哦。好，大家可能有记起来哦，看一下哈，大家算一下，加一下，看一下，还几多分哈？安尼，迄0到2分极低度依赖，唔过还係有烟瘾哦，大家唔好看到0到2分就说，哎呀。这样子我还好，做唔得哈。给3到4分低度的依赖，5分中度依赖，给6到7分高度的依赖，是，给8分呢。都4分高极高度依赖，吃到药它保盐给你有轻度都系高度统计高度。早晨就想要保盐，好，一年爱半包多1包，好，按用很快就6分了，可以说就会高度依赖哈。有些朋友看一下你要做得观察一下，你去给保盐给。状况习惯很样的吼，也系讲你不下嘅人有人去保盐，像艾酒店艾不下嘅人其实有人保盐，很奇怪，每1小时1点钟，太家啲大追股哦，吃茶吃瓜子啊，哇，好快乐充满，很好啊。不过1点钟他说等一下，艾保盐一下，为什么？我就不能理解。如果说他有青岛给你，他会知道哦，你们艾压哇，我要写，我还编剧嘛，我要。写字的时候，你会想不出来个压力胎，好像可以理解。好，虽然经常讲会烟瘾然后，不过有时候太讲大椎骨清保险的时也给他知道讲，哎呀，也要去保险，就一定要去做安养的事情。好，所以我看那也是高度依赖。对，所以太卡真你知道你的依赖程度，你要了解自己的习惯，过后你要想要怎么样去戒烟安养你。不过摸一还戒烟的第一步，戒烟的第一步哈，唔讲有个人吼，我问啊吼，有食烟嘛？有，佢唔要想去戒烟嘛？冇，那是冇办法，就冇办法。係，故所要有決心。係，還有我認識，保煙有嘛個危害，對人嘅健康。有個人佢本來講冇關係咩，跟老佢講吼，跟他衛教講，食煙對人嘅氣，對人嘅氣管，哈，對人嘅心臟，對人嘅血管，對人嘅還有動到嘅惡性腫瘤。佢堂都說哦，安尼還會戒煙，安尼咩還有救。还有救黑吗？不过有一种你挺奇怪哦，其实到生病提到遗烟的时间，哦，那时候真的好严重哦，哇，好像命都快没有了，按用嘅感觉，先生就讲，你会戒烟，你爱用中的，真件就戒烟嘞，就冇保烟哦，可能1张烟、2张烟，3张烟也还半年哦，真件都冇保烟哦，哇。大家就吃到哇破树，有冇很强哦？不过半年过后吃到身体又清好诶，有冇？又可以是保盐哦。好，所以说按用嘅认真饮，就要去找吴医师哦，再吓他一下。不过大家啲啊，因为青岛嘅人保盐过后会不会有按用嘅真体？其实就会讲哈，本来有保盐呐。如果今天这件事对你完全就冇好处，你就唔可以去做咩？系嘛？嘅做嘛？保盐得3年。去搞做提供也对健康冇好，做嘛因为一次保险，因为有个人係心理依赖，保险嘅時間係都感覺心情輕鬆，
还有迄讲真的戒烟的时候，开始戒烟的时节，有可能就会讲像情绪较低落，心情较唔好，吼，大家拜一就会上班，吼，之类一下安尼。被爆烟，开始的时节有可能会安尼，嘿，也在时间就会想讲，哎，我呀戒烟吼，还有成功，身体会健康。哦，鼓励自己，系啊，我不卡你会欢喜，系啊，还有哈，有个人喺讲，因为哈本来吸烟嘅时节啦，嘅呀血管行血较唔好，佢开始冇吸烟啊，佢行血就会高起，佢行血高起手啊脚就会较有感觉，有个人会感觉安尼，软软滚安尼，安尼咩係正常嘅，冇要緊，冇相干，唔過有些人就會睡唔着，煩躁，係，佢用做係心理依賴。心理依賴，較冇安心安尼。跟有個時間，如果我會建議病人做得去運動一下，運動，適量的運動一下，本自己稍微身體累一點，放鬆一點。故說真正係不用輕鬆，係冇咗又會另外一個壓力嘅感覺。啊，時常有講到嘛，戒煙人可能會妒忌，這邊有講到妒忌，不過也有可能會比較。因為吸煙嘅時節，佢會去刺激胃腸嘅蠕動，跟有個人本來胃腸就感覺，有吸煙啊，胃腸就清好，跟你看眼冇吸煙啊，胃腸較冇甜痛，有個時節，佢唔做得食東西，像青菜啊、水果，有條纖維質較多嘅，就較多食咧，還有運動、行路。食滾水啊！真嘅吼，大家有看到就經常講嘅，有冇？大家有看到，其實你戒煙嘅時節可能會有安樣嘅高產，安樣嘅針頭。不過我覺得要忍耐，願意下嘅。比如你煲煙嘅時節，本來冇想去食煙，如果你戒煙嘅時節，很加想去食煙，吼，會渴求嘛。不過就是安樣，你要都係高產，高起嘅你就會真嘅可以徹徹底底的給戒掉，安樣嘅身體就會較好吼。不過安樣嘅戒咧。好，大家聊一下，等下來再講。今日到歡迎做咧繞牆頭，我們小林先生呢度節目地錄到大家來講博染戒染兩件事情吼，所以。保煙真係冇乜嘅好處，真係我戒煙這樣做得哈。唔過因為戒煙有青島嘅人會提，有一種尼古丁，尼古丁貼片啊，對，這個請醫師幫我們分享一下。哦，好，因為尼古丁啊，就係剛才有講，就係香煙成癮、青蔥油就係有個成分啊，哈。跟尼古丁就係講，一下有尼古丁貼片，貼着就貼的，佢就會用皮膚去吸收哈，而且個比較沒有毛髮的哈，皮膚比較薄的地方哈，按你貼着，透過這個尼古丁按你個吸收哈，讓你身體裡面，當你煙抽比較少一點的時候，不會出現那種就會講剛剛前面說的這些戒斷症狀，頭腦昏啊，還有啲問題，唔會感覺講，哎呀，戒煙係種艱苦嘅事情哈，但還有咀嚼定，哈，用這個。口腔吸入劑，它用像氣體噴霧的方式，還有口含定啊。那要用哪一種呢？哪一種較好？係咪平常討論過，還要看你個人的狀態。因為有個人比如講啊，我不喜歡這個吸入的味道。那貼片給就會比較緩慢釋放型的，可能一整天這樣子，血液裡面尼古丁的這個濃度比較穩定的，所以用貼片。有的人他喜歡，我就是想要嘴巴裡面有一個東西那種感覺，吃東西嘅感覺，像是酥嫩糖一樣嘅感覺。所以伊他冇辦法保鹽嘅眼就來一隻嘅咀嚼定啊。對，如果好過呢？好過冇看每個人的狀態嘛。看大3年安呢，大部分就做得讓血液裡面的尼古丁濃度上升，就做得有安尼嘅效果。嘅每一下嘅嗬，有青島人咪講嘛，因為戒煙嘅時節就經常講嘅，會有安樣嘅譬如頭腦昏昏，會有戒斷症嘛。唔過喺講用安樣嘅尼古丁置換療法，係咪也有佢嘅副作用？尼古丁置換療法咩會有副作用？因為佢咩係有尼古丁嘅成分啊，哈，尼古丁佢就會給我們比較興奮一點的感覺，這樣子，哈，故所跟尼古丁置換療法嘅副作用，像貼片，也會接觸
到人嘅呀皮肤，有可能會有瘙癢啊，會癢啊、過敏啊，還有個尼古丁。呀，全部嘅藥嘅就有可能會有像尼古丁安尼嘅頭腦昏、心跳加快，安尼嘅行係有到你會頭痛，所以唔好，安尼，唔過有使用嘅時間，係唔過有一些人係按樣人，因為佢愛戒煙嘅時節，佢可能就像先生講嘅，佢可能係濕嘅，有冇用濕嘅？佢要濕嘅時節，佢要知道哇，我嘅下啲戒煙，唔過無結局，可能1點鐘過後，還2點鐘過後，佢又爆煙。就他就發現，比如講先生講嘅頭腦昏啊，又係講心跳加快，他就變成更心跳加快，含頭腦含加昏，會有按樣嘅問題冇？係，安尼有可能因為也做係尼古丁嘅作用，人嘅身體度會有安尼嘅尼古丁在血液濃度上升，就會有安尼嘅反應。而家有加倍嘅感有聲嘢哦。故說尼古丁置換療法安尼嘅病人，佢有可能會有尼古丁過量嘅症狀安尼。所以要提醒大家嘛，概念，係講你真正決心愛戒煙，你用尼古丁置換療法嘅時間，你真正就唔好爆煙。係，因為唔爆煙，你會感覺身體更不舒服，更加冇爽爽按樣嘅感覺。不過除咗尼古丁，還有其他嘅藥嘅冇？有啊，因為尼古丁裡面係會有危險啦。最近有心臟疾病不適合用安尼個尼古丁嘅治療，因為有可能本個心臟嘅負荷較大，心跳加快，像有戒必適，還有微波菌藥兩種嘅無相用嘅藥嘅，其中唔係尼古丁置換療法嘅，佢主要的這個作用的這樣子的一個機轉就會透過我們的腦部，因為人家都提供要按你試驗每一個習慣它是一個癮，它從腦部去處理這個背後成癮的這一個機轉，可以幫助，而且一個效果，有個人去看比這個尼古丁的療法還較好。嗰種先生有講到靜態嘅充電，起碼佢哋意思就係講，除咗先生講嘅藥物之外，還有不適用尼古丁的人，這個族群也要注意。比如先生講心臟有問題嘅，可能你就比較不適合用尼古丁，你就錯得用尼古丁的置換療法就較唔好，你就得用其他嘅藥嘅。先生有講到嘅其他嘅藥嘅效果有真好，嗰時候就真正就係你愛去問先生，老先生去討論。唔過講到下面，大家就會知道真奇怪，戒煙按麻煩哦，還要問先生，還要同先生去討論，還要食藥嘅。戒煙唔係就係講根本你戒先啊，冇去保煙就冇去保煙啊，就原定。其實唔係你七間原定貼辛苦嘅，我要聽數，不錯嚟看一下，要乜嘅管道做得，要第3年做得嚟聽數哈。因為戒煙做有個人講啊，還會去看門診。會看先生，還會約時間，真嘅。而家就有個社區戒煙嘅藥局，去藥局就做得買安尼嘅藥嘅，就做得自家來用，像尼古丁安尼嘅置換療法就做得，安尼就唔是掛號費，要掛封片，係要掛封片，而且安尼嘅藥局，安尼嘅藥師佢有安尼嘅去。經過訓練，是有訓練，做得講用嘅用安尼嘅藥嘅用嘅，真安全，還有戒煙嘅專線大天發，你還有乜嘅問題也有免費電話，也係國健署他們的這樣子的一個專線，這樣子做得大天發去問。唔過像我就知道講戒煙門診係一輕重要。戒煙門診做得問，大部分以下係加一口嘅意思。最後戒煙班竟然有戒煙班，那是有同學的意思。係啊，有同學做得大家互相鼓勵。那個戒煙班有個係醫院會辦，有個係衛生局。大部分那個戒煙班就係本大家戒煙，我想講我7家13年啊，有大家向下來聽書。今後最好唔好發生咩事情，就會戒煙班的同學大家講，我們現在去抽一根煙。你係我嘅同學，我們大家在戒煙班
黑毛鸭哈，一级爱毛嘛，哎呦就种的，鼓励哈。大家会吃到个嘛？哎，这个是一个帮助，你做得是有的，你做得去咨询有专线，你做得大家互相鼓励。讲到最后，其实就是结型。俺们吼同事们都听到嘅问题就会讲，你要戒烟嘛，我还要心理准备。那想讲嘅准备嘛，就会结型，要准备嘛结型。不过这边请欣赏提供一些小诀窍。戒烟嘅小诀窍哦，就係講其實我有一個想法係講，我以下唔係講戒煙吼，同間可能想我係會變健康啊，就會養成健康嘅習慣。唔呀，煙就有可能就做得冇適應嘅，都冇適應，因為我以下嘅健康有乜嘅運動係咋？因為唔要運動吼，其實我會感覺身體較好，身體較好，你的心血管啊，新陳代謝，你的肺活量整個安尼有較進步，你會感覺冇強勇哦，較有精神。還有食東西要食均衡，營養均衡。還有剛剛講，因為有個人戒煙會安尼，會餓硬死哦，所以食青菜、食水果，食滾水，還有本去敢寫戒煙日記，根本你也有進步哈，記錄一下，你戒煙嘅時間你遇到乜嘅問題，你做點樣先生，做唔得食酒，冇食酒，因為如果你食酒就會強下，係啲，原來係按用嘅酒肉朋友，食酒嘅時間冇幫人清痛苦嘅感覺。我覺得這邊有一點好重要啊，同大家講，所有嘅朋友講你會戒煙咧，昭告天下嘅感覺。安尼大家來聽書講，根本你如果拿出來就講，唔免講戒煙哦，加油哦，安尼。唔講愛吃到面子啦，係冇青島嘅嘢，唔係講嘅戒煙，要也得保煙咯，唔係戒煙，同大家講，古時其實咪有愛戒煙嘅壓力，有按有嘅壓力嘅時候，就輕鬆保煙嘅時間，其實就會越難一下哈。古時其還有食東西愛抽牙齒，食啲東西高愛抽牙齒，因為有個人食東西就想愛保煙，夾去抽牙，我以下地步搶咧，我冇保煙。不過公司採訪吼，唔係講你食啲東西抽牙齒，哎呦就做得戒煙，其實講嚟講去都會一個小訣竅幫助你，比如你說，哎呦。我這牙齒好乾淨，唔講牙下又保煙又骯髒了，係按人嘅感覺吼。所以故說咧，看起來，真的都跟決心有很大的關係。故後就跟你嘅決心係按樣型吼。基本嘢咧，繞牆先生咧到節目地圖吼，講到安東係講保養有乜嘅壞處，嚟講呢個改善嘅時間樣樣型自家來幫助自家吼。所以先生只是講到東道嘅第四東米色吼，大家聽出來拿出決心來改善兩件事情吼。所以今日非常感謝先生來到節目地圖，然後大家來分享安東嘅第四，所以感謝先生。好，下次再來分享其他的更多的醫療知識。好，感謝。聽年下來咧，思松先生咧講嘅，我哋做唔同了。